所来讲，民众党这个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进前讲，无想要开大钱办造势活动，昨正式回归空战，开展政治史上头一个全程直播的竞选，头一天到2万人上线，展现伊超强的空战的实力。更加甲少年人话讲，只要一个人加到这个时段，加开讲5分钟，一个人有6票，郭文铁就会当当选。 拜托各位年轻人哦，6票就好。我只要100万的年轻人帮我拉6票。哇，这个拉6票就好了，我就当选了。大家人拢加讲5分钟，搁甲厝内人揪入来群组，一人只要揪到6票，郭文铁就会当当选。搁需要揪一寡4大票来斗3工。教他用3C，最好你把他的手机弄到他会用。 然后再把他的 YouTube 订阅柯文哲的频道，所以我们要解决那个数位的世代落差。KPTV 直播头一届上线，男主角郭文哲阿尾登台，就是要成少年人，唔那把握票源，面对压力，搁爱分头合击。请问国民党，你们基线退休党工9.8亿，为什么到现在不还？ 批评侯友宜欠人薪水，国经体偌清德，根本就不是台独金孙，应该是。你不要台独金孙变台独孙啊！这个。拍哪个魅力，版面占条条，这届选择用熟悉7月空中战，头一天就有2万多人上线收看，展现伊的空中实力。不过6战嘛无咧赢。3粉民众大崛起，跨越浊水溪，支持。 柯文哲活动，收听韩国瑜的大众单亲无7号暗时伫咧直播大声哭人，爱支持者伫咧12月23伫高雄集合。 瓜、韩、国3方的联名相挺郭文铁，根据消息，迄天郭文铁会伫新竹造势，了后就会落南造选。选战春过外月，郭文铁的白色力量要伫压力的攻势之下，开出一条活路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